华视台语新闻杂志，乡亲啊，大家平安。针对着流浪动物，2017年开始有新政策，袂当甲因抬掉。也就是讲，为2017年开始，全台湾公立的流浪猫狗的收容所禁止来抬猫狗。也毋过，这嘛造成着收容所超收的现象。在安的困境之下，民间动保团体协助照顾、甲认养的角色都更加重要咯。像伫屏东有一位严杰颜姐啊，伊来成立着流浪动物生命园区，照顾800外只流浪猫狗。17年来，甲爱甲人生拢奉献予这猫狗。台北嘛有一间流浪动物庇护中心，创办人葛杰是一个企业家的女性，为着要来传送着尊重生命的理念，因做了什么款的努力，佮付出偌侪心血佮代价呢？守护生命的故事，做伙来看。走，去大便啦！走，哎，来，走，来，好，出来尿尿啦，走。伊是间姐，因为捡到一只流浪狗，就呢对人咧做动保义工。乖，好啦，美丽，好啦嘿，乖啊，好啦。三只黑色狗对咱来讲，敢若拢同款，也毋过伫间姐眼中，却会使随认出因的差别伫倒位。因为为间姐将因带倒来狗园照顾的时，就下定决心要替因找厝。伫详细照顾下，自然卖记真，园区内面300多只流浪猫狗的名。眼前这只米克斯也是头条的大户，5年前眼姐伫台29号线路边发现到伊，伊眼神充满疑问。逐工拢坐伫同款的所在，好像是咧仰望什么人转来。我们看到他，他就会看到车子停下，他会跑上来。可是他看看你之后，他又转头回去，又坐下，每天都这样。所以我觉得他是，后来我们觉得他是被丢弃在那里，他一直在等主人来载他，所以每一部车靠近，他都会去看。我认为他一直想说，我只要乖乖的，我乖乖的坐在这里等他的主人。我的主人一定会来把我带回家，所以你看到他的眼神就是很坚定。可是从一天过去，他每次看完车子再回来，我觉得他那个眼神从很坚定会转而很哀伤啦。一开始间姐摕物件出来要甲饲，大雨嘛不离所动，一天过一天，安尼1个月时间就过去啊。就是有一个台风天，然后我们在家里就想说。因为他是坐在路边这样看着那个来的车辆，想说没有遮蔽物嘛，我在想说这个公囡啊跟每个里亚蛋，我就跟志工说我们去看看哈，那去看真的他是坐在那边那一天就是下大雨，我就选择把他带回家哈，那所以我们给他取名字叫大。都开始为了好大雨，会使赶紧适应狗园的日子。这间姐每一天拢甲忙，拢甲好，甲牵条咧，甲讲来到狗园就唔免阁烦恼啊。第一次发现大雨的时候，它应该不是这么好控制的。你根本无法接近它，眼姐也感化了大雨，伊开始愿意亲近人，来到园区的第5年，大雨甲艺人可讲限。合作拍公益影片，一礼拜都几万人看过，嘛好领养人发现大雨的存在。大雨，你要有家人呢，哈，你送你去新家哦，哈。大雨的新厝远在花莲，总算有人愿意接纳伊，眼姐决定放下心中的不甘。这么多年，至少我帮你找到家，喂，虽然我很舍不得你啊。很舍不得你，大雨最乖最棒了哈。园区内像大雨同款，捌予主人放散的鸟甲狗，因伊等的是一份活落去的希望。2017年，台湾正式实施动物零安乐政策，自此公立收容所禁止扑杀犬猫，不过当中却也面临超收的问题，因此更仰赖民间狗园来维护动物的生活品质和协助领养。流浪动物伤多，公立的收容所拢甜，民间的狗园更加被当作是重要的存在。
只是资源有限，这条路真正歹行。走在这条路上，我相信大家都会有很多的爱，但是怎么样把它做好，不是只有爱心而已。我都觉得你还要理智，还要有智慧，你才能把走在这条路上的很多的层面把它做好。眼这每一天透早5点出门，先饲园区外的流浪狗，再来回到狗园照顾这些猫甲狗，17年来拢同款。他在等我去照顾他，你知道这个意念，你都不会觉得累跟冷，你就是还是会出去做。我就讲说，你的爱有多深，你的牺牲包容，你的勇敢就有多强。起初，眼这干那以收容北国流浪动物为主，不过嘛意识到安尼做并无导致流浪动物减少，所以讲伊开规世人的业绩设立流浪动物收容所，提供免费的认养，就这职工甲志工提供领养、卖弃养的观念。最近几年来，更加甲学校合作，邀请师生行入园区，推动生命教育。我们早上来第一个。有没有很怕狗的？有没有怕狗的？有没有很怕狗的就留在这里，不怕狗的会到后面去。谢谢。因为我们的狗很热情，会抱你们，会跳起来抱你们。这一天狗特别欢喜，因为有一群中山工商学生因专工为高雄来这参观。我会跟认养人说，绝对不要看用你的眼睛认狗，就是这只水，这只狗狗我就认养它。狗跟人一样，每只的个性都不同。来了，加分了！哎，对，加分对啊，你看对啊，你加分了。透过亲身体验，这学生体会到爱动物绝对不是靠好尔，是爱担起照顾因一世人的责任。我们原本有一个关怀动物的生命，然后我就说希望他们来看看这些流浪狗被收养的地方。那有的你会看到，有的是嘴巴受伤，有的是脚断掉，让他们去体会说，这些流浪狗，假设我们把它弃养以后，它的下场都是很可怜的。我们都舍不得这些人类最忠心的朋友被扑杀。那我觉得林安乐。我个人觉得在这个当下，它配套并没有做得很好，所以其实造成更多的问题。2017年，台湾实施零扑杀，不过无相关的配套，流浪猫狗无减颠倒增加。民间的收容所经费有限，时常是心有余力不足。为了改变现况，眼这家无熟悉女企业家高家里南北串联，希望讲会使发挥更较大的功用。走进这个收容中心，是否颠覆你我对于流浪猫狗收容所的印象？在这个地方刻意营造了像是家一般的空间，因为在这里有1半以上的毛小孩都是老病残的猫狗。它的环境温度要控制在哪里？然后它是有一个胃口。重点是它现在先把它吐的问题跟它会拉血水便的部分先解决吧，这个比较重要。好消息，今天暂时没有血水便了。尖洞内面底是高高的物件，因为细球是一只有腰子病的狗，食食拢爱专人去处理。它因为有心脏病跟呼吸道感染的问题，它其实在喂的状况中很容易，你喂得快或者喂的东西太扎实了，它又会吐。专门收弱势动物的庇护所，特别是创伫都市内的乐雅方舟。创办人郭姐是一名行销公司的执行长。2016年，伊计划捐500万协助动物团体，然后最后伊跳来成立动保协会。乌家里是头一只收养的猫。好不好？你最棒了！谁是最帅的第一男主角啊？来，请尿尿很快，你最棒了，是不是？伊是乌家里人，前后计程车弄到，当时郭姐带这个乌家里走3间秀病院。关键动手术捡回一命，却是摆脱不了下半身瘫痪的命运。你每天需要这样帮他挤多少次？我们每天挤尿是3次，然后大便是1次，然后还会打1次的皮下。哇，不喜欢也没办法，你要得中耳炎吗？唔莫放弃每一个囡仔，也要救动物，真正爱开动本。协会成立的前2年，瓜姐卖掉永和50几坪厝，4年收掉1400万。好朋友笑讲，这是救动物救甲走火入魔。
包括到现在，我们还是都会被质疑说，你们协会一直花了心力跟经费在这些老病残的孩子上面，那不如把这些心力花在更有机会的幼幼上面。但是其实反过来说，今天如果是我们的家人，如果是你的爸爸妈妈老了，其实你不会不照顾他。我还是要这样说，这些孩子不是完全没有机会，在我们基金会，在我们协会的努力下面，其实我们协会送出去7岁以上有老的、有病的，甚至失明的孩子，我们已经成功送养了大概40几个案例出去了。总是将这些动物当作是家己的，唔捌你计较付出，这款的观念有不少人正慢慢会影响到。好，好棒。它其实虽然说它是年纪大的狗狗，但是它也不太像年纪大的狗狗啦。我觉得，对它的健康任何方面，其实我觉得后来照顾起来，把它照顾好了之后，其实它跟一般从小养到大的狗狗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。这日天教会约克社找到新老爸，淡淡的乌毛洲内，秘书充满了希望。未来伊将有一个厝，启动另外一段爱旅程，保护流浪动物颜姐甲高姐，伫台湾的角落内面，点点的付出因的温暖，嘛好爱不再流浪。今天如果这个毛孩子到了你家了，其实它是一个承诺，不要气啊。我们很努力，我们把狗照顾得很好，我们尽量帮它找家。尊重每一个生命，以认养来代替购买，守护者的鸟狗，咱大家嘛会当贡献一份的力量。